创作人透过歌曲表达想法，听众透过歌曲疗愈内心。每首歌曲都充满力量，音乐就是我每天的能量来源。欢迎收听菲听音乐。欢迎收听菲听音乐，我是菲菲苏菲菲。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发行最新专辑《娑婆诃》的易成儿，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成儿。那因为这张专辑啊是台语全创作专辑嘛，是，所以讲今仔日要讲台语吗？讲台语可能两个都会不会认得。你有被认得吗？因为我不用讲台语，对，我太惊了。小时候呢就觉得说，不太会讲台语。对，其实因为我虽然是闽南人，但是家里我是新竹人啦，然后就平常周遭都没有在讲台语。然后去参加那种台语演讲比赛啊，老师通常都是推派我，因为感觉我好像很会讲，但是我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标注音，然后上去，然后就讲的好像我很会这样子，就是一种表演感很重这样。对啊，等一下，你本来不会讲台语，然后还要标注音，那谁教你讲这些的？我是后来高中才开始慢慢学。因为我国中那时候开始接触台语歌，然后发现说哇，原来台语歌它不是那种我想象中阿公阿嬷在唱的那种很传统的曲风，它还有很多可能很像中文流行歌的风格。你是不是接触到谢金燕的？我是接触到秀兰玛雅，当然我后来也有听一些谢金燕的歌，就发现说哇，它其实是还有很多的可能性。所以我就高中就开始看很多的戏，然后听很多歌。然后当然那个教育部闽南语词典他是我好朋友，我就一直查，然后去标示一些拼音之类的东西这样子。你就是突然迷上了这个语言这样子？对对对，我就觉得很酷，而且我会觉得说很多那种你想不到可以跟台语结合的风格，他们结合在一起就会觉得很像开拓那种新世界的感觉。对。所以你们家里也没有人讲台语，然后也没有在听台语歌，你就是自己突然深陷这个魅力之中。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开始用台语创作了。对，就是其实听起来还蛮奇怪的。对对对，我就想说哇，那你这样就可以写台语歌了。当然我有做很多的那个磨练啦，就是刚开始在写的时候，当然会有很多东西会用中文的逻辑去切入，然后唱片公司他们就会给我很多的那个 feedback， 他们就会告诉我说，哪些词汇会比较华语化，或者是哪些旋律呢搭配词听起来怪怪的，要怎么样调整。所以我是从这些来来回回的过程知道说，要怎么样写出一首台语歌这样子。对。那你的第一首创作是国语还是台语？台语。第一首就是从台语开始，而且就是我的第一首单曲叫《不修娇》啊，就是高3的时候发行的歌这样子。对。你为什么可以高3的时候就直接发行歌曲啦？因为那时候就是很疯，就是我高中就开始参加很多海选比赛，然后电视台的海选，然后那个时候海选就有被老板看到，就是前老板啦。然后那时候呢，他就觉得说，那你可以自己学会创作看看，然后就写出这一首，然后就觉得说，那可以来发表这一首《不修娇》啊。所以当时就是高3的时候就发表出来。对，我高3的时候还在拼大学呢，已经有人发单曲了。也有啦，我也有在拼哦，澄清一下这样。哇，所以踏入台语乐坛的契机就是参加比赛啊，然后自己对这个台语有兴趣，然后就开始做创作了。对，没错。听说你的歌唱技巧是由金曲歌后张爱丽亲自指导，请问这个拜师的契机是什么？因为那时候高2我要写那个小论文，然后因为我们是读那个人文社会班，就是竹中的最后一届啦，后来就倒闭了，被我读倒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呢，大家就开始做专题，我选历史组，然后大家都选那种什么郑成功啊，就是那种西凉骨头啦，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做一个是台语歌坛的发展流变，那我就可以访问一些金曲歌王歌后，所以那时候包含那个张爱丽啊、秀兰玛雅，还有那个曹雅文，我都有去跟他们访问，去帮他们记录。然后后来我就是那个超级红人榜的海选过了，我就跟那个艾丽去报喜，就说老师我通过了，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来当我的徒弟，我们来一起共同努力这样子。哇，对，然后我们就一起我就跟他学习唱歌的一些技巧之类的。对对对。好，我们刚刚了解了易成儿是怎么样踏入台语乐坛的
接下来就来聊聊他的最新专辑《娑婆诃》。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呢，都是在讲恐怖的社会案件。我真的是怕得要命，我看专辑就觉得很害怕，然后看了那个歌曲名称我也觉得很害怕。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歌名呢我都不会念，我不要念没关系。然后瓜词歌词啦，嘿，瓜俗我也看不懂，跨博这样子。那等一下我们就是一首一首聊，再请你帮我们念跟介绍啦。好，没错。2022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叫做《一成不变社会写实录》，一看专辑名称就毛骨悚然。好，这次的新专辑叫做《娑婆诃》，那里面也都是在讲台湾的社会案件。为什么会想要以社会案件作为歌曲的主题呢？我觉得大部分的歌曲都是爱情为主，大概70%，然后20%的流行歌是亲情嘛，那其他少部分才是比较特殊的题材。那我本身在帮很多的唱片公司歌手写歌，那大部分他们会希望有的主题是比较流行啊，跟感情有关的。那有时候情歌写多了，就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来尝试看看写自己其他的那个一些作品，然后阐述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加上我本身大学是学那个社会学，我就觉得说，那我就可以用这种社会学的视角去写一些社会的议题，这样跟大家做分享。还是说台语歌好像就是比较常看到那些词汇，所以大家也会习惯的觉得就是要唱这样的歌曲？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今天来到台语的这个市场，我就是想要颠覆一些东西。那我如果又继续在那边什么你搞我棒撒啊，什么你唔甘什么东西的，我就觉得这样好像又有点回到以前的路，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就写一些特殊的，尤其把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的台语的词汇，把它捞出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对，好，那因为它每一首歌都是一个社会案件，我们就一首一首来聊。专辑的第一首。勾乱勾乱，这首歌是取材自清大王水案。我对这个案件超级无敌有印象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啊看戏剧或者什么电影之类的，就会知道说什么把人家杀掉之后要灭尸的话，要用那个硫酸最强。那因为这个案件之后，才发现硫酸不是最强的，原来王水更强这样子。对。那时候我们都还会在学校里面讨论这件事情。你怎么知道这个案件的？这个其实是小学的时候化学，那应该叫自然课，那个时候是自然课，老师就有提到这个案件。然后国中的时候上那个元素周期表，要再提一次，这样就说这危险哦，射离这样子，所以就一直对这个有印象。然后刚好因为我大学是念交大，当时要写杀人案的时候，就觉得说应该要先有地利之便，找一些周遭的一些地点先去写，然后就想到说，隔壁那清大有王水案，所以我写这首歌的时候还特别直接到那个戏馆，就那个时候发生这件事情的戏馆，然后是在晚上11点的时候去写这样子。然后就赶快写一写，然后赶快回去宿舍这样子。为什么要晚上11点去啊？就要感受到那一种氛围，然后去想象那样子的一个处境，被灭尸啊，然后被杀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是想要身临其境的那种 feeling 啦，所以就到现场去感受这样子。对，哇，那这个案件我觉得还是要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它其实是一个三角恋啦。对，就是两个女生同时爱上了学长。对，然后就是在边争执不下的时候，不小心出手，就是 A 把 B 杀死这样的一个案件。那你这首歌里面写的呢，也是在讲三角恋吗？对，就是完全是复制的概念。然后我比较多的是一个谐音啦，因为孤恋的孤鸾，其实孤恋是那个勾鸾，然后孤鸾是勾鸾，它的那个发音其实是很相近的。所以我其实是把那个被王水泼到消失的那个女生，她把它比喻成是孤鸾，然后呢讲她一个孤恋的一个过程，因为两个就是感觉学长就是不要不敬，对于这两个人的感情这样摆弄在执掌之间，我就想说这学长到底多帅，我就想对，超好奇的，对啊，网络查到啊这样，然后我就把那个画面把它比拟出来，所以用了很多这种谐音，包含说台语的一些叠字，去营造那个层层叠叠的氛围，这样子。对。
好，我们来聊这张专辑《娑婆诃》。这个专辑名称什么意思呢？娑婆诃它在那个梵语其实是祝福的意思。那其实这一张虽然是感觉起来很惊悚，但其实是我想要送给世界的一个礼物。无论是想要给世界的一个祝福，或者是给这些亡灵的一种祝福，因为毕竟流行音乐它还是有它的一个商业性，但我不希望好像大家觉得说我是在利用他们，然后消费他们的故事，然后想要帮助自己的曝光。我是很真诚的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些过往的案例，所以我取了这样子的一个名字。然后包含专辑中其实有很多的歌曲都有一些宗教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娑婆诃就更契合了这些歌这样子。所以你是先想好要用娑婆诃这个专辑名称才去写歌，或者说把这些歌曲集合在一起，还是在写完歌曲之后发现用娑婆诃蛮好的？其实是中期的时候才用娑婆诃，一开始的名字因为我上一张是一成不变社会写实录嘛，因为这一张原本想要用一成不变什么台湾写案录之类的，但后来又觉得说这样好像有点偷懒，然后就想说那我要再取一个更好的，所以后来才用娑婆诃这个字这样子。不会啊，就是好像一系列这样子哦，好像也是哈。那我这样可以就是2成不变、3成不变这样，4成不变这样一直往下。这样也蛮有趣。可是之前的一成不变是因为你的名字吗？对对对，一成儿的一成这样子，对。所以这个传达的概念其实是祝福，然后讲这些内容是要让大家算是警示吗？对对对。那你的专辑筹备了多久时间呢？录音1年，其实算跟其他歌手比起来算久，因为我是那种一首编好我就去录，然后回家可能听一听，然后 OK， 然后我再录第二首，所以我不是那种集中2周把它录完，或者是1个月的制作期，我就是从年初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慢慢这样把它录完。对，这是你的创作的方式这样？对，因为其实我写歌呢，写的时候很快，但是我中间还会来来回回做很多的修改，所以很多时候一首歌它不会那么快的决定说这是最终版，我还有很多的调整这样子。对，所以会有一首歌其实已经录完了，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越听越觉得这首歌是不是哪里怪怪这样子。像我有2首就没有放进去，就觉得说好像还可以再调整，那可能未来才会再放到专辑里面的东西。对对对。那你这些题材是怎么去收集的？网络的资源，然后包含说我其实平常很喜欢看一些 YouTube 上面的案件频道，对 X 档案什么的，然后以前是还没有那么 YouTube 那么发达的时候，看一些电视那种台湾启示录啊什么的，那个也是好恐怖哦。对，然后我就从我有印象的先写，然后去翻阅一些报章杂志啊，然后网络的一些新闻，然后去把它收集起来这样子。对对对。那你是觉得看了这个案件自己有想法才去写歌吗？还是说会刻意觉得说这种比如情杀案也蛮值得写的，然后或是什么样子的随机杀人案也很值得写？我都会先写，就是看到说这好像有 feel 我就马上写，因为我写歌还蛮快的，然后我就会一系列可能写了比方说我这次写了20几首，然后真正编曲的就是一半嘛，那很多我才会慢慢去挑说那我的那个放到专辑的题材不要重复，可能有金钱的，有跟感情有关的，那可能我原本这20几首情感有关的爱情的就有2首，那我就可能挑一个汪水案比较有代表性的进去这样子。对。所以你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写歌方式吗？写歌我的话是歌词会先，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题材性比较重的创作歌手，所以我一定会先有歌词，我才会去谱曲，然后曲的话呢，有些词其实谱了2到3版的曲，然后我才去挑一个我觉得最顺耳最好听的曲，所以包含可能像是那个拍心斗行第3首，然后它就有3版的曲，所以最后才挑这个舞曲，不然可能之前还有比较像歌剧式的拍心斗行啊，然后比较 EDM 的拍心斗行，对，然后我才去斟酌哪个最好听这样子。对对对，哇，很用心哎，找出最适合的版本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你的写歌方式是先从词开始，再去写曲，好像跟一般大家先写曲再填词的方式好像不太一样。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式对台语歌特别有利，因为台语其实
蛮讲求一个东西叫导音，对对对，就是颠倒的那个倒。然后因为台语有那个7声8调，声调太多了，所以有时候你的那个台语的那个音调跟曲如果没有吻合的话，它会听起来意思就会不一样。对，可能比方说像是一次又一次，谱曲的话，你可能要谱类似几百个几百，这样才会对。但你如果谱那个几百个几百，就会变脏话，类似这样子。对，那当然这个很极端。那其实还有很多，比方说花是灰，火是会，这种如果是那个声调没有跟曲契合在一起，就会听起来怪怪的这样子。原来是这样。对，所以如果先有词，我就可以顺着那个语调啊，然后去给它旋律这样子。对对对，一般写台语歌是不是也都是用这种方式啊？因为依你这样讲，感觉这样子会比较有逻辑。其实因为好像词曲通常是不同的老师，就是台语还是保持比较传统的，就是我作词就是作词，作曲就是作曲。所以可能那两个人的要看他们两个人的配合方式这样子。对，但的确我每次收到曲，然后要我填词，我都觉得很困扰，就我在想很久说，要怎么样塞那个音调才会对这样子。对。所以写台语歌，你觉得最困难就是导音的部分要注意这样子。对，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但后来你就会发现说，这很像是一种天赐的礼物，因为词本身就有一个韵律。那我只要把那个韵律把它唱出来，它其实就已经有帮助我有那个旋律感出来了。所以刚开始当然会觉得很烦，因为还不了解的时候，但慢慢会发现说，我词出来其实跟着那个去念，然后它自然就有它的那个说话的韵律感。对对对，原来如此。不然我都一直觉得台语歌的写法跟国语歌其实是有差异的。对，可是就有人很会写台语歌，很会写国语歌。对，可能就是像你这样讲的，找到那个 paper 吗？对对对，小 paper 就可以了。对，好，接下来来讲专辑的第2首歌曲，叫《人味羊肉卤》。这首也是看歌名就觉得很恐怖，然后是跟哥哥萧晨宇一起合作的。哥哥也是歌手吗？哥哥是素人。你怎么突然就是把哥哥拉来一起唱歌？因为不用钱。那为什么这首歌你会觉得需要找一个人一起合唱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写的时候写得很顺，就是第一段就陶给，就跟陶给讲话，就说你们羊肉怎么吃起来怪怪的，有几块是不是怪怪的？然后写到第2段就让 K， 就老板就回答说没有哦，就是你想错了吃饱赶快结账就滚，是闪这样子。所以就很自然这样子写。那写完才想说不对，这应该是很像对唱，那不然可能我就要一人就是分饰2角。那因为上一张专辑我其实找我爸爸来合唱，然后就想说那我们家人就是轮一遍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如果一直没有入围的话，入围金曲奖我们就是要换下一个人这样。所以到时候可能就换我妈，换我阿妈，换谁，就是大家就一直轮到就是有入围为止这样子。对，好酷哦！所以家人都很会唱歌吗？这2个会唱，所以才希望赶快入围，因为后面的就是会比较呀。你这样讲，妈妈情何以堪啊？妈妈就常常就说还不是我给你们生的那么会唱，我就说是这样子嘛，基因好像是爸爸的这样。好，那我们继续来聊这个专辑制作过程。所以在录音跟制作的上面，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印象比较深是那个气那一首。然后有跟老师吵架。哎呦，怎么了？因为那个吉他老师呢跟那个编曲老师他们是比较有个性的老师，那其实音乐人都会有那种就是不太允许别人去修改自己的成品这样子。那当时我就内心有一个挣扎，因为一开始那个吉他的版本我觉得有点编的不是很好，我自己觉得，但是我就在想要怎么样子去跟老师沟通。那当然我可以选择说就这样子就算了，就把作品发出去，但我就是内心会觉得说不行啊，我觉得这好像不是我理想的状态。所以在沟通的过程就想说好，那我要用最委婉的方式请老师做修改。我还去参考那种网络上那种三明治沟通法，就是你要先赞美然后要再慢慢讲说可是我觉得如果怎么样会更好要谢谢老师的一个协助，希望说怎样，反正我还要参考那个 SOP， 就没想到他们还是暴怒这样。然后后来呢，就是协调的过程，那当然就是还请到我的那个老板，前老板就出来协调，因为他是等于是大家的那个
前辈这样子，对，所以这就蛮有趣的，这样子就是沟通，我觉得是做专辑最难的事情，真的，就是要跟每一个老师讲到说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今天收到的东西，你要怎么样子去跟他们说服，然后包含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你一个小屁孩，我不是讲每个人哦，大家不要揣测是谁，就可能就会心里就会觉得你这小屁孩也要修改我这大师的作品这样子，所以沟通的过程就很重要，就怎么样子的方式去跟他们讲这样子。大家去看那个专辑后面的那个 credit 就知道大概是哪些。可是编曲这部分，因为你算制作人吗？对啊，那应该听你的啊。对啊，但是他们还是会有一种觉得你是囡仔郎，然后会觉得说我是老师啊，然后我是你的前辈，因为毕竟他们也的确我入行会比他们晚，所以但是我又不能说让他们踩到我的头上那种感觉，所以我等于是慢慢的要有那种培养出制作人的气势，我觉得这也是我要学习的东西。对对对。因为一般来说这种就是他们算乐手老师是帮你完成你要的编曲，那怎么会是他们自己做自己想做的，然后跟你所想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能刚好遇到的老师是比较有自己的想法的人。对，哇，所以做专辑最难的是在沟通，不是写歌这样子。那这张专辑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歌曲的创作过程是你比较有印象的？创作过程，比方说像拍心抖音，拍心抖音那一首是我在写歌的时候是在那个酒吧，然后就酒吧这样子写，然后写一写了就呢有点微醺，就会写一段英文好了，然后英文写完就写一段台语那台语副歌的地方就是好累哦，好像快睡着了，然后就是有点乱写，就滴滴滴滴滴滴答滴，就凑那个字数的感觉。然后后来隔天看，其实有点不太记得这个过程。然后但看的时候就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歌词看起来蛮有创意的，这样子就把它就决定说好，那我要来谱曲。所以它是有一种好像是自己写，又好像不是自己写的感觉，因为就是在一个有点懵的状态去写的这样子。很有趣。这首歌是在讲那个台北捷运随机杀人案，对，郑捷的案子。这个我也超有印象，因为当时台北人心惶惶，是对大家都觉得很害怕。可是我一开始想说，这首歌是在讲这个，一听超好听的，因为我就觉得因为它是舞曲啊，我自己比较喜欢舞曲，然后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听的一首歌？其实我那个时候写是想要从一个加害者的视角去出发。那因为大部分的人面对命案都只是会觉得说，杀人犯很可恶啊，那当然是很可恶没错，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说，像郑捷他小时候的那个生命的形塑的过程，他被爸妈的忽略，然后他被师长的鄙夷，被同学的霸凌，酿成说他长大后那个性格是扭曲的，所以想要强调的是说呢，他一路以来的那个过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杀人凶手，造成一个身边的人他的一个性格的一个扭曲。那如果说我们不好好的去关怀身边的人，有可能就会酿成下一个杀人犯。那会用这样子舞曲的方式，就是他当时在癫狂，觉得说那我要干一票大的，我去揣摩他的心理，就是他已经觉得说内心已经 out of control， 然后他必须要去攻击别人的过程，所以才会用这种滴滴滴滴滴滴答滴，就好像很嗨，其实就是他内心已经失控的状态这样子。对，哇，好有趣哦。那我们再介绍一首专辑的歌曲，第4首歌这我真的不晓得。夏茶天会多，夏茶天会多，对，是在讲什么事件呢？在讲新竹的轮胎行纵火案。它是不是就前几年的事情而已？没错，而且在我家附近。就吃饭吃一吃，就听到说好多消防车，然后想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后来就看新闻，就想说这不是我们家常常去的那家，然后就觉得说好恐怖哦。小老板把那个全家都杀掉，因为为了那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对，然后连自己老婆自己小孩都可以这样子忍心的杀害，我就觉得其实蛮不智的。因为其实如果有法律观念的人会知道说，遗产继承如果是你今天用凶杀的方式，你是没有办法继承的，你必须要用一个合法正当的一个程序这样子，所以就觉得说有点公啦，因为所以我歌词才一直写公啊，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人会有这样子很奇怪的想法，然后又杀死自己的最亲的人这样子。对对对。
他会不会也是这种案件的频道看太多啊？可能有些人就是会做这种很偏激的事情，比如说每天下一点点的赌给枕边人，然后后来他就过世，然后他就继承遗产。像就恐怖的呢。对啊，然后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原来这样做也是可以的。入戏太深这样，所以电视台常旁边都要写说什么请勿模仿这样。对，哦，这个事件也很可怕。然后这个歌名啊，下茶提会斗，火上加油的意思。嘿，没错。这一般人会知道这个字吗？长辈的歇后语，算是俚语。对。台语很多这种歇后语。对，就骂人的时候听起来就很畅快，这样下茶亭会抖这样。对，所以如果平常没有在讲台语的话，其实很少会用到这些俚语。但是我跟你说，你要展现出你很会讲台语，就是要讲这些俚语，没错，才会到地。真的。那其实奕成儿也帮过很多歌手或者戏剧写主题曲。那在帮歌手跟戏剧写歌，需要考量哪些地方呢？跟自己写歌是完全不一样吧？对，我觉得是人设，就是他们每一个人他所要展现出来的气质跟他的粉丝群，其实会影响那个歌曲的旋律跟歌词。那我觉得最难的东西是，因为旋律通常唱片公司喜欢他们就要，然后不喜欢就会把它踢掉这样子。但是歌词他们有时候会蛮讲求的，然后可能会这个词汇要换掉，他们就会把它圈出来，或者这个句子他们不喜欢就要把它换掉。所以刚开始就是蛮难掌握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东西，可能会告诉你说，这一句太轻咯，这一句太重咯，然后你就会觉得说现在是我要把它拿到磅秤上面去量量看嘛，就不太懂。但是后来就会知道说，这句太重的意思可能是有点太老气了，或者是那个字呢可以比较有偶像感一点，然后慢慢的就会知道说，他们那些妹妹嘎嘎啦，就是知道说他们到底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沟通。对，所以一开始帮人家写歌有觉得很挫折吗？有，我其实帮那个对岸有写过一出戏叫《梦见狮子》的主题曲，那当时呢改了10几次，真的不夸张。对，然后有一次是我4点放学，然后下课，然后我就当时要去补习班去教英文，然后10点才会教完这样子，然后就收到说他们叫我修改，然后说12点以前要交。我想说惨嘛，我10点才下课这样子。然后10点就是下课，我就匆匆忙忙就拿着一堆书啊，然后坐到麦当劳，笔电打开来，然后那个时候还没吃晚餐，我就是去那个柜台点了那个套餐这样子，然后就坐下来，笔电打开要开始修改。我就看说那些韵脚我都已经用过了，然后那些歌词我都已经竭尽所能了，那我到底还可以怎么样改？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开始哭，这样就眼泪就流下来，然后就觉得说还是我要退出歌坛这样。我当时就真的觉得说人生是好黑暗这样子，但是我最后还是吃奶的力气把它改出来，然后就12点以前把它送出去。但是那一次过后，我就开始练习说，有时候其实不见得说每一个对象我们都要去合作，或者是说每一个 case 都要去接。然后可能刚开始会觉得说，哇，这是主题曲，好棒哦，我有很大的曝光。对。但是有时候其实要挑选到适当的，就是可以了解我们的作品的风格，然后沟通起来是顺畅的那些客户的关系，其实是更加重要这样子。对。所以那这个契机是怎么来的？是公司说，我们有合作到一首歌，你来写这样？他们其实是公司他们会有那种比稿的机制，就是他们那个客户会丢 demo 曲的 demo，然后会请各个作者去填。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填的不错。然后我事后就想说，奇怪那你那个时候选我，那你为什么又叫我修改那么多次？这样对啊，你明明而且对岸跟台湾那么多人写，你选到我，然后选到我的作品，然后你又改了10几次，我就觉得那个逻辑怪怪的。对。但后来是知道说，因为他们一出戏呢，有导演、有制作人、有资方一堆人，那你要符合每一个人对歌曲的想象，你就必须要改到那种一个中间值，就是大家都满意。其实那是很难抓的一个标准，这样子。对。你以后说不定就又有一个斜杠沟通专家。对啊，諮商这样子，真的经历实在太丰富了对，但希望说我真的可以迈向沟通专家之路，这样说不定可以。那刚才有听到奕成儿除了是歌手之外，还是这个补教的英文老师，其实他还有一个斜杠。
他是 Podcast 主持人，所以我们算同行啦，是不是？名字叫做一起聊斜杠。这个是什么样的节目？而且它那个斜还是邪门歪道的斜？对呀，讲同行也不太好意思啊，因为我没有在主持，我都在那个哈拉拉比赛这样子，就是会刚开始会开这个节目，就是很多人就说，哎，那你那么爱讲干话，你要不要就是录给大家听？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如果在家里一个人对着麦克风这样子自言自语，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有劲儿，然后就想说，哎，那我邀请一些可能曾经我帮他们写过歌的歌手啊，然后大家一起来聊这样子。所以刚开始还想说，哎，他们会不会来？然后因为毕竟没有通告费嘛，就想说很多就是金曲级的，就很不好意思，就是他们就好啊，没事的时候他们就来这样子，所以就聊一聊啊，就聊到很多内心的东西，因为毕竟我们彼此都很熟悉，然后还有哭到上新闻的。哎呦！而且他没有发新闻稿啊，他就是在 podcast 哭啊，然后就刚好是讲到创作，是在描写他以前就是蔡家珍啦，讲到他以前被性骚扰的故事，然后结果就登上各大新闻版面，就觉得说，哎，我只是一个小小的 podcast， 然后就不要那么认真，谢谢大家，然后就各个就开始爆这样子，对，就是蔡家珍上Podcast 节目爆哭，对，泪崩诉往事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你这个节目有爆红吗？在这个瞬间，爆红我是不知道，因为我都不太在意那些触及率什么的，就做的开心而已。对对，我觉得有时候像音乐也是这样，我都不太去在意说那些点阅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说我如果对得起这首歌，我把我自己想讲的话讲出来，这样就 OK 了。不然我觉得有时候太去聚焦在一些数字上面，有时候自己会觉得很心烦这样子，对，会焦虑，没错。所以你从一开始做音乐就一直都没有被数字绑架，都没有感到焦虑过吗？有，一开始有，当然是会经历那个过程，但是我会觉得说，后来告诉自己，如果我那么追求数字，那我就去唱情歌就好了，那我就去唱国语就好了，有道理。那为什么我今天要选择一个相对冷门，相对说我想要展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我明明知道说它是一个不太容易直接被接受的事情，那我还要这样子那么担心这些后续的效益啊什么，我就觉得那个有点本末倒置，所以我就觉得说，好，那我选择唱台语，那就要有不红的打算，那我就是要好好的尽兴的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对对。那你有没有收过让你印象深刻或是很感动的粉丝回馈？很感动，我前一阵子收到一个我朋友的截图，我朋友截图他的朋友的截图，然后就因为我的这样讲好复杂，大家听得懂吗？就我的朋友呢，他分享我的那个短影片这样子，然后结果他的朋友就回复我的朋友说，哎，这个是依晨儿，是这个我的偶像，怎样怎样，然后我很喜欢他写的歌，他写的歌词都很有意义，然后就是很做自己什么的，然后他就把他截图传给我，我就会觉得说，原来有人认识我啊，就有一种那种内心的感动啦。因为有时候可能大家要给我鼓励，会直接留言到我的下面留言，但是如果是那种私下的场合，那种很真心的朋友之间的交谈，我就会觉得说，真的是真性情，就很感动这样子。哇，对对对。那写下那个感人留言的人，不知道他回复的这个人是你朋友这样子。对，然后后来他们才知道说，原来是有认识这样，因为那是我国中同学，这样子，对对对，哇，蛮妙的。这种不经意收到的这种很真诚的回馈，是真的很感动哎。对，就是比那些当然都感动啦哈，但是就是直接到我那个留言或者是传给我，那当然也很谢谢大家，大家可以多多鼓励我这样。那你未来还有什么想要挑战或是完成的目标吗？听说你考上台大硕士，是的。你接下来还有时间写歌吗？有的，应该要来拼论文吧？是不是？我觉得当然我还没有真正踏入那个论文地狱啦，还不知道那个水深火热，很多人已经给我警告了。但是我觉得就像是我一路以来的高中、大学，虽然说在忙碌，但是我还是就是安排一些时间规划，所以我一直在跟我可能身边的人分享啊，就是说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是说你没有时间做，而是你要
安排规划那个时间，所以像是我现在还是会有很多休闲娱乐啊，还空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时间管理，所以我还是也蛮期待自己未来的一个论文的发展这样。你的论文是不是又很写一张专辑？我觉得我想要挑战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像是我大学的毕业制作，很多人就会说，那你直接把你的专辑丢出来就好了。但我就是那种个性觉得说这样好像有点无聊，所以我又自己再去录 podcast 啊，不是我那个一起聊斜杠，就是我在自己去森林里面采集一些鸟类啊的一些声音啊，然后把它弄成一个有点像大自然的音乐这样子。对。哇，你真的是很有想法，然后重点是我觉得你执行力很强对啊，我就是先不管自己能力有没有到，反正就先去做再说，因为有时候想太久就是会没做这样子。对，没错没错。哇，那很期待你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新的作品，或是做出一些惊人之举的那种感觉。好，那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想要关注你可以到哪些平台呢？Facebook 易成儿 Henry， 然后 Instagram 也是一样。好的，今天很开心一晨来到我们的飞听音乐，这样对你真的很好听。然后你不要看那个标题就觉得好像是很阴沉很沉闷的歌，没有，里面有几首舞曲超好听，但是歌词非常发人深省啊。对，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他，然后到各大的数位平台收听这张专辑《娑婆诃》。再次谢谢一晨儿，谢谢菲菲。那我们节目也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飞听音乐，订阅节目，给我们5星好评，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飞听音乐 Fifi Talk Music， 谢谢你们的陪伴，谢谢让我的节目丰富好听的歌手及音乐人们。我是 Fifi 苏菲菲，我会保持平常心，勿忘初衷，继续传递正能量。飞听音乐，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